香港野史前世今生，風流人物，還聽馬家輝。大家好啊，依家係第4期啊。我哋每一期同另外一期之間呢，都有啲關聯嘅。我諗嘢呢，我頭腦非常精密嘅，我係個好精密嘅人吓，有時精密過梁文道嘅。所以呢，每一期嘅主題呢，往往亦都扣緊下一期，延續落去啊，延伸開去，令你呢一期接一期聽到唔願意停啊！好啦，聽完我自吹自擂啊，咁我先講下呢一期同上一期嘅關係啦。上一期我哋講到有個無間道啊，香港首席無間道啊，盧亞貴啊，係咪？佢同另外一個類似背景嘅人叫譚亞才嚇，貴哥阿財哥，大家就捐錢籌建文武廟啊，喺荷里活道有間文武廟。我哋講到呢個文武廟好重要嘅，佢除咗話對咧盧亞貴之流嘅人物係發財立品，獲得名譽地位嘅機會呢，亦都係對於華人社區係非常重要嘅。係點重要呢？因為英國人管治香港嗰時呢，嚇，喂，佢真係嚟揾錢噶嘛，嚟走私嚟做生意啊、商業啊、貿易啊嚇，佢唔會理你華人嘅死活噶嘛，冇人照顧咪自己照顧自己咯。所以文武廟喺呢方面呢，就係發揮咗好重要作用嘅，佢等於個社區中心。但係唔夠噶嘛，因為香港人口不斷上升。我哋先睇下香港人口嘅數字。根據一啲統計咧，主要係英國人嘅統計啦嚇，喺1841年呢，英國人嚟嗰時咧，香港人口有唔同嘅數據嘅，大概都係4000零，有時話5000零咁樣。1848年7年之後，已經嘣一聲由5000人啊，即係增加咗5倍咁滯啊，去到24000人。你諗下，突然間人口多咗咁多啊，都係華人添。然後跟住呢，到1851年又由24000人變33000人，跟住仲犀利啊！再過咗唔到10年，1862年由33000人變成12萬人，跟住一路咁上啊！1881年變16萬，1891年變22萬，到咗1916年已經到咗53萬人啊！香港你諗下，然後跟住再落去到1925年到725000人。咁樣華人社區嚇，英國人又冇資源無心去照顧嘅時候，咁就係透過呢啲廟宇或者其他嘅相關組織啊，做慈善、做照顧，幫助華人處理生老病死嘅問題啦嚇。咁喺呢個大背景下呢，我哋呢一期要講嘅廣福義祠同埋好重要嘅東華醫院啊。我哋喺香港一般稱為東華三院，即係3間醫院嘅集合體啊，一個組織。但係最先就由東華醫院開始啦。東華醫院亦都係由廣福義祠啊，祠堂嘅祠啊所促成嘅。咁廣福義祠咧就係喺文武廟啊落成之後咧嘅大概9年左右啦，佢就出現嘅。文武廟就大概1847年落成嘅。跟住1856年咧就喺廣福義祠。點解呢？大早講過啦嚇，喺1856年嗰時，香港人口已經由5000人暴漲到7萬左右啊，所以各種生老病死問題出現啦。咁嗰啲本地嘅有錢人啦，本地嘅社群啦，又再繼續去籌錢，成立咗呢個廣福義祠，係做乜嘢嘅呢？最主要作用咧就係安葬啊，或者暫時停住死咗嘅華人嘅棺材嘅屍骨。亦都偶然有啲醫生嚇，中醫啦，當然話喺嗰度係睇病同埋施藥嚇，亦都有佢嘅好似小型醫院啊嘅性質嘅，所以佢哋集合埋一齊嘅喎，醫病或者都醫唔好噶啦，喺度等死嘅陰公啊，然後跟住死咗咧。中國人講究落葉歸根嘛，要送個屍骸啊或者骨灰啊翻鄉下，但係可能冇人嚟處理嘅，咁咪暫時放喺嗰度咯。所以咧就喺文武廟附近，亦都係荷里活道咧，就出現咗呢個廣福義祠啊。正因為佢係放住好多來自五湖四海嘅華人去世嘅華人嘅屍骨或者骨灰嚇。所以咧，亦稱之為百姓祠啊。
我覺得呢個好堂皇，亦都好哀傷嘅名啊！老百姓嘅百姓，亦都係百家姓嘅百姓，即係話無論你來自邊度，無論你貴姓大名，你死咗冇辦法送翻鄉下嘅，冇人執骨處理嘅，你放喺呢度，放心，我哋先幫你安頓好嚇。呢度又要係注意香港背景喎，香港由開埠以嚟咧嚇，係其中一個販賣人口嘅地方嚟嘅，賣豬仔啊，去南洋啊，將啲勞工有時係被逼，有時係被騙，有時係自己嘅無可奈何嘅選擇，特別喺華南沿岸地帶嚇，咁要去南洋啊，甚至遠去到古巴啊、美洲啊做勞工嘅。豬仔之外咧，亦都有豬花嘅喎，豬花其實就係好慘嘅，亦都係賣去外地。從事性服務啦，或者嫁人或者被工人啦嚇，咁有好多時佢哋嚟到香港，因為香港嗰時風土病幾嚴重嘅，成日有瘟疫嘅，甚至有鼠疫，咁啊死咗，咁啊唔知點樣處理啦，根本冇人接濟啊，咁啊送唔到翻去，所以咧呢啲屍骨啊骨灰又係先放喺廣福義祠嘅。咁廣福義祠嘅出現咧就係咁樣嘅。廣福義祠咧係好細間嘅啫。你哋去上環吃喝玩樂，去完文武廟行多幾步，行3分鐘就見到廣福義祠噶。去到門口咧會見到祠堂門口咧，有4個大字寫住廣福慈航啊，航行個航，慈航普渡眾生啊，咁嘅意思。廣福義祠後尾又重建，兼開始建埋一間叫保良局嚇，專收容婦女嘅。但如果講到豬花啦，俾人賣嚟啦，有啲逃走咗啦，或者喺香港本地嘅無親無故啊，俾人逼良為娼，後尾走咗出嚟或者被救咗出嚟嘅女性啦，所以叫保良局啊，專收容婦孺嘅，仲有孤兒啦，亦都有孤兒院嘅作用。所以廣福義祠又有施藥贈醫又俾你等死，然後又收你嘅骨灰，另外又喺旁邊建保良局。咁就係一個慈善中心嚟嘅。咁義祠咧係一個3進式嘅建築嘅，入咗去之後咧有平門啦，然後跟住咧你又見到入邊又有一副對聯嘅，其中就有我哋呢一集節目嘅主題標題啦，好感人嘅，我好中意呢副對聯，叫做咩呢？菩薩微低也任人還，安樂魄。雲魄3雲7魄嘅魄啊，檀那力廣，檀那即係佛化無邊啦，佛法嘅意思嚇。權將佛地妥遊雲，幾動人。權且將呢個佛地本嚟係廟嚟噶嘛，妥遊雲，妥善咁處理無家可歸嘅死咗嘅人嘅魂魄嚇，太動人啦。檀那力廣，權將佛地妥遊雲。正聽就供奉咗地藏菩薩係超度亡魂嘅。廣福義祠咁就成立咗啦，處理生老病死嘅問題嚇。但係正如大早所講啦，人口真係越嚟越多啦，亦都開始分咗階層啦。咁成個社會呢，就當然有新嘅事物出嚟。如果根據好重要嘅研究香港史、香港社會嘅學者咧，科大衛啊，係英國人嚟嘅 David Ford， 科大衛教授嘅研究咧，喺19世紀到咗1930年代初期咧，香港華人社會已經出現咗好明顯嘅層階嘅結構噶啦。上層咧就係當然就係有錢人啦、地主啦、買辦啦，尤其是。下層係勞動工人啦，譬如嗰啲碼頭嘅工人啦、人力車夫啊，仲有一啲妹仔啊，做妹仔即係做工人嘅。中間係咩呢？工匠啊、小商人啊，或者慢慢出現嘅製造業嘅商人啊、貿易嘅商人啊，咁樣有層階咁嘅好清楚嘅界線出現。而科大衛教授亦去透過佢嘅數據研究呢，就話喺上層嗰啲士紳啊，即係地位高嘅上流華人呢，好多係咩呢？係東華三院啊，尤其係剛開始就係東華醫院嘅總理啊。咁乜嘢意思呢？就話當你有咗錢啦，係上流華人啦，你都要做個東華醫院嘅總理，你地位就更加高，被肯定啊！你真係亦都受人尊敬。咁當然，當你做咗總理之後，因為亦更加開拓咗你嘅人際脈絡、生意脈絡，
就更加可能會賺到更多嘅錢。沒有最上流，只有更上流。所以我哋可以見到東華醫院出現作為一個慈善機構嘅作用，除咗幫本地華人面對生老病死咧嚇，佢本身有佢嘅俾華人向上冒升係一個管道嚟嘅。東華醫院同廣福義祠嘅關係係乜嘢呢？就係因為廣福義祠就施醫贈藥，俾人等死，暫放嗰啲屍骨，但係人越嚟越多，越嚟越供不應求啊！供不應求咁就梗係要拓展啦，咁就令到促成咗，除咗大早講保良局嘅出現呢，更加係促成咗呢個東華醫院嘅出現嘅。東華醫院呢，就喺1869到1870左右嚇，即係喺廣福義祠成立咗10幾年之後嘅出現嘅。事緣係咩呢？事緣其實係一個引爆點啊！係喺1869年呢，政府呢有個西人嘅官啊，英國官啊，咁就去調查睇下呢個廣福義祠嘅狀況先。點知佢一入到去嚇到去死。佢後尾寫咗個報告，個報告留落嚟咧，都令人大吃一驚啊！就話我第一次去到廣福義祠視察，發現有9到10個或者生或者死嘅病人躺喺呢間所謂嘅醫院入邊，骨瘦如柴啊，非常恐怖，好似僵屍咁。有啲未死嘅咧，就企喺一個根本窄到站立唔到嘅空間嗰度。總之周圍就放佈住屍體同埋一啲奄奄一息嘅病人，嗰啲泥地上高啊，廣福義祠入邊嘅泥巴地上高咧，就佈滿咗一灘一灘嘅尿液。呢啲氣息咧令我即刻係嘔啊！未死嘅人喐唔到，亦冇辦法講嘢，衣衫襤褸啊！我諗佢哋俾送到嚟之後咧，未沖過涼，未換過衫，甚至可能冇嘢食。喺呢度咧，人嘅自然需要咧，淪落到無法形容嘅令人厭惡嘅情況啊！報告出咗嚟之後咧，咁就引起震動啦。因為英國人咧，雖然喺香港我哋無心去管啊，但係咧，當你一驚動到倫敦咧，倫敦始終有佢嘅宗教傳統啊，人道主義精神嚇，尤其是佢哋有議會制度啦嚇，咁就覺得不可接受嘅。即刻指令咧，香港政府啊，當時嘅港督麥當勞啊，唔係食嘅麥當勞啊，麥當勞咧就即刻下令大家去查明件事啦，然後咧就跟住覺得唔對路啦，廣福義祠唔夠用嘅，就推動係成立醫院。咁啊，1870年咧就頒布華人醫院則例，促成呢個醫院嘅出現。最後咧就籌得咗4萬蚊啊！咁就夾手夾腳就整咗個東華醫院出嚟。開頭東華醫院呢係得中醫嘅啫，後嚟呢發現唔多對路啊，好似好多人都醫唔好，跟住呢就亦都整埋西醫，就喺香港大學揾個醫學院嘅教授，咁就西醫嘅。咁喺1872年嘅2月14號啊，情人節啊，上晝8點啊，東華醫院呢就舉行成立典禮啊。開始咗佢嘅歷史啊，慢慢呢咁就拓展到出嚟，亦有廣華醫院啦喺九龍啊，同埋喺香港另外一邊跑馬地附近建立咗東華東院，但係始終呢喺上環嘅東華醫院呢係最重要啊，雖然合稱東華三院。今日如果你去上環，去完文武廟，亦行完廣福義祠，可以去東華醫院參觀嘅喎。有幾個廳堂俾你參觀，其中你會見到咧，哇！東華醫院入邊掛滿晒啲橫額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寫住神威保佑啊，係牌匾啊，係1878年由江水王御賜嘅牌匾啊。點解呢？因為當時咧山西旱災啊，咁香港嘅上流華人愛國噶嘛，有好強嘅愛國傳統嘅，咁就大家又係籌錢啦，募款啦，送去山西啊。江水帝咧就頒賜呢個神威保佑啊！嚇，辛亥革命之後踏入軍閥時期、民國時期嚇，當時做過總統嘅馮國璋啊、徐世昌啊都賜過牌額噶。馮國璋嘅牌額係善與人同啊，
徐世昌呢，就係急公好義啊。當然先前李鴻章啊、曾國荃啊、陳總明啊，都係寫過對聯、寫過額嘅。發思古之幽情啊！喺發思古之幽情嘅時候呢，亦都翻我一再強調嘅嗰兩個字係乜嘢啊？意義啊！你要明白啊，一啲牌匾後面嘅意義，就係話當時嘅上流社會同佢哋嘅故鄉、祖國大地嗰種血脈相連嘅感覺。東華醫院呢個慈善或者東華三院嘅慈善傳統一直延續落嚟嘅。甚至到我出生成長嘅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到依家都有嘅。一年有幾次呢，喺香港同電視台合作，東華三院總理啊，大家捐錢。當然個捐錢方法就比較現代化啦，請啲藝人啊係唱歌。東華東院嘅總理馬家輝啊就捐30萬要劉德華寫書法。廣華醫院總理乜陳大文就捐50萬，就要去古天樂讀詩啊，不過用普通話嚇。咁就每年都籌好多錢，係固定籌錢嘅。除咗幫醫院固定籌錢呢，亦都係一啲特殊嘅不幸狀況啦。無論喺中國內地嘅地震啊、水災啊一啲情形啦嚇，東華三院團體咧都會發動係特別嘅籌款活動嘅。呢個慈善傳統咧喺香港係好強烈嘅。幾年前曾經有過一個統計數字嘅，如果就翻人口嘅比例嚟講，每一年香港籌募嘅用喺慈善上高嘅錢呢，係全世界最高嘅。咁每一年唔同，有時係第一，有時係第二，總之都係好高嘅。即係話平均嚟講啊，香港人做善事係非常熱心，係不甘後人嘅。好啦，咁東華醫院後尾嘅所管理嘅範圍越嚟越大啦，連文武廟啊，香港好多寺廟咧都歸入東華醫院嘅組織去管嘅。後尾東華三院啊，各自亦都選出唔同嘅總理。你做總理咧，除咗要俾錢啦，你要參與下管理啊，參與係發展事務嘅，出謀獻計嘅，仲有要互相，你係會計又做會計部分，律師做法律部分吓。係睇住成個運作嘅，無論係醫院嘅醫療運作啦、慈善運作啦，包括保良局啦，仲有廟宇嘅運作啦，都要睇住晒嘅。咁喺社會學研究上講，好多專書都講到東華醫院或者東華三院呢個組織喺社會上成日華人社區由古至今嘅好重要嘅作用嘅。好，最後想講翻呢東華醫院呢開幕嗰時啊，嗰個盛況啊，哇犀利啦！捐錢嘅總理啊，或者當時嘅香港嘅上流華人都嚟一字排開坐喺度，先係拜神先，然後呢就有儀仗隊巡遊啊，中樂啊，由醫院出發，沿住港島啊，唔同嘅街道就一路行，亦當然經過文武廟啦，然後就行翻到醫院。跟住呢，喺大醫院大堂呢，喺神農氏啊，神農嘗百草嘛嘅畫像面前行三跪九叩禮，再由主席宣讀祭文，獻上祭品，然後再跪拜一番，然後呢就上演粵劇八仙賀壽啊！咁你見到嗰種華人傳統嘅精神喺晒，同埋儀式喺晒入邊。最值得注意係咩呢？開幕禮嗰時咧，好多總理嘅衫咧，華人總理啊，上流華人啊，都着住咩咧？着住大清官服啊，同埋啲西人着西裝嘅西人一齊啊，好得意喎！英國人管住你，佢唔會懷疑你嘅忠誠嘅。喂，理論上邏輯上要懷疑嘅。喂，依家香港係英國嘅，你點解仲着咗大清朝服啊？你到底忠誠於邊個朝廷？我哋英國定係清廷啊？你個心會唔會有咩諗法啊？咁吓，理論上係可以嘅，但係西人呢，喺19世紀中後期，佢哋去啱啱開始管理香港嗰時啦吓，佢哋好識嘅，用一個曖昧嘅策略，唔會懷疑，唔會質疑，唔會反對，你用
着大清官服嚟出席嘅盛典。呢個盛典入邊唔好忘記有政府嘅錢出咗嚟㗎，係公帑出咗嚟起㗎，有好大部分唔係淨係華人係籌錢嘅。所以咧，亦都由呢個東華醫院嘅開幕大典入邊着嘅衫，大清官服，亦都係可見到香港自開埠以嚟嘅曖昧性，黑白不分，不需要分或者唔想去分，覺得只要做到就好啦。其實諗起嚟有啲似鄧小平先生所講嘅，不管黑貓白貓，可以捉到老鼠嘅就係好貓。亦都回應翻我哋上一期所講嘅盧亞貴嘅無間道香港精神啊！好啦，總之香港野史講香港人、香港事、香港嘅物件，乜都會講到噶啦。希望你會中意繼續聽香港野史。